各位电视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好，又知道下一部嘅天使真嘅有一些些嘅變換呢，有一種冷咻咻嘅感覺。啊，到有段時間，阿群妹就會動上裡面比少少嘅茶。啊，有時間吃到飲茶好像有咖啡因，飲咖啡沒有咖啡因，故說吼。冇聽說人做嚟吃看哪些花茶呀東西啊？唔過花茶有乜嘅玫瑰花茶、薰衣草花茶，唔過大家有食過阿群妹嗌故鄉苗栗銅鑼嘅紅曲茶冇？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係對呀苗栗銅鑼來嘅黃國良大哥分享。大家好，我到黃國良，今日當番去本來嘅機會來參加個節目。過嚟就輔導呀，銅鑼鄉農會就輔導呀嘅曲法呀，大家農民一辛苦，但基本趁下機會嚟做呀啲先導啦。傾下來同大家來分享下紅曲啦。唔過有咩想問一下，大哥，你一開始咩種農咩耕種田啊？下後將轉到呀苗栗自家嘅家鄉，想講我來種一下紅曲。唔過當奇怪誒，花又按多種。苗栗縣有乜嘅桂花，當冇聽嘅花，啊唔做乜嘅想到講我來種下紅曲咯。第一件事情哦，就係到大陸有30年嚟啦，嚟做下禮品、藝品嘅投入。有一年咧，前2年來打電話來，佢話爸爸啊，你分開沒辦法，40人40家庭，有40廚房。就講啊，就我也銅鑼啊，也有輔導呀，做呀個曲法，冇就轉來試看的啦。就好啦，前2年就準備，就反正做呀曲法。也銅鑼咧，就呀向農會呀，有一個菊花班啦，有輔導班啦，講阿哥啊。我攏黃國生啦，親阿哥，也有種曲法啦，結果冇咗種曲法啦，冇安尼大陸台灣就30年沒辦法啦，我就開始種下曲法，係按係嘢啦。唔過種下曲法吼，紅曲按用嘅曲法，做定拿來食，做定拿來泡茶嘅曲法，尤其係紅曲也品種，全台灣按多所在，以前就也苗栗銅鑼種青島，係冇，係吼，其他所在可能有種一些些咧，唔過苗栗銅鑼就係呀。青苔嘅山龜，種乜嘅喏？也苗栗銅鑼用呢條環境，按適合呀紅曲來成長。第一點吼，要感謝呀銅鑼農會，佢大力呀主導來成立呀曲法班，來輔導呀農民，冇個全部種無誒，就種到嘅培養咧就曲法，曲法就講呀氣候咧，也有平常就有霧氣嘛，因為銅鑼要當到山咧嘛，山咧，你叫做山城嘛，嗰個叫法山也出名嘛，嗰時要慶祝一下感謝呀銅鑼農會，有一指頭班，有一菊花班，來輔導呀農民來種呀曲法，也功勞青苔嘅農會，我本意一陣。掌聲啦，講真言啦，嗰個係就停得起，安尼來種，冇安尼，冇，將係到30年做工廠做禮品，再來唔可以做農，但是咧，我就去上課。咩讀到當到困難讀到當到困難，唔像去年，種7分地，小睇2/3，做乜嘅會小睇？因為加個水啊，去年咧，你注意查資料，去年咧落水啊，7分多。幾乎當年落去，但係排水橋啊，排唔嚟，排前面排到後尾來，前面忙啲後尾雨水又來，佢呢啲佔地咧，所以佔水當多。係唔係早啲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種紅曲嘅田啊，其實上到乜嘅用嘅？係一排一排一排按用哦。也個唔講佢排一做嘅梯田咩？但是人家梯田有一平咩？一平是做一行嘅，一行就做行橋，打安尼一兩嘅，水排水橋安尼。水就會對大嘅蔬菜流沱，正常嘅話係。係啦，但是咧，去年嘅水7分多，落太多嘅，佢當然落去。2/3就唔見得了。3/3唔見得，去年就做當然唔好賺錢。
嗰時候其實做農事嘅人就係愛科田式飯，科田式飯，對對，嗰時候動辛苦。除咗一開始，一開始講到嘛，隔行如隔山，完全就唔是中國東西嘅人。我轉來種港種，我來種紅蔻，而且又是這麼嬌貴的一種用來食嘅安用嘅植物，聽說係千五毛種誒。一毛種，一些些就要照顧到太，些些像嘢，些些小太，就用布，些些小太就布，用布嘅方式，布到輕嘅布唔就是冇布咧。哇！一般的用布啦，就講我跟羊啊，我多，比如我基本種3000頭，你就準備三場嘅，差不多三多久啊900頭。哦，我準備900頭，必定，哎呀條種唔好就。問題啊問題，係布都差唔多10年的左右嘅啦，一般的6年的、7年的很多布啦，已經種嘅布啊。人家有講到後面，你叫華山呀環境當好嘛，風景一定好，空氣咩當好。啊，唔過像一按用紅蔻一種花啊，佢適合嘅溫度啊，亦係講佢愛比如講剛才有講到愛要當到水汽的地方嘛，啊唔過要做唔得落體到意哦。誒水啊哈，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啊，啊一水跳到我們做唔得。一般嚟講，忙開發枝來，發枝忙落嘅時間，忙落嘅時間水就冇多，用啲咩方式？我等到發枝來開發了，叫濕水。當做得有水，煮到濕水咧，哦就要俾開發。啊溫度呢，做唔得太熱，咩做唔得太熱是。一般嚟講，做正常都 OK 啦。哦，但是咧，越冷佢就發越開咩？哦，因為佢係呀，就從到呀前一步嘅12年開始就開始來開發嘅，開發，一直開到12年。對。哦，嗰時候像按用嘅品種，因為菊花以前沒有動到種無叫用嘅品種。呀，我順後有看到呀，有吊彩色的呀、黃色的呀、白色的呀，也係強雜品種，也係講係無叫用嘅品種。一般嚟講係菊花分白色嘅，叫做白雪咩？白雪，你講亞種按到白雪，對不對？叫白雪。個黃金桔。啊，黃色係。黃色這個有幾下類，我都黃色咧。這個是黃色咧，不過這個不是黃金桔吧？黃金桔。這個是黃金桔。對，黃色的。哦。那其他粉紅色是不要的。什麼意思？這個這麼漂亮？因為它叫做我們種得好好的，它變種的。本來我是黃皮膚變黑皮膚了，一樣意思。呀，本來應該係從順紅這個。沒有白色。哦，應該係從一條白色咧，對不對？對，種會會對發開出像地公白色。我知道，就像玉米也很容易變種。哎啦，哎，笨蛋，那種水果玉米，突然間怎麼跑一顆糯玉米出來，對不對？哎呀，咩係變種 ，Q 用嘅意思。就係講，我哋要種呀，菊花用講辛苦呢，種到啱睇頭，好，本來種白色的，咩嘅粉紅色出來。哎，但是我吃的東奇怪。我粉的。粉紅色看起來很漂亮啊！也是寬獎啦，也是講個人眼光啦。但是呢，基本種白色就白色，佢就是粉紅色嘅就用唔得。啊，我哋因為你其實正經愛買嘅留佢配皂，錯冇？係啦。像這樣子烘乾。係啦。啊，係講配皂，你白色的配皂以後，佢自然的顏色就是有一點灰灰、拍拍黃黃，哎呀嘅感覺。係啦。啊，唔過係講你基本嘅係配嘅係啊吊彩色嘅。係啦，你就搽落去就垃圾色。可能就哎呦，怎麼看起來糊糊哎呦？變成垃圾色。啊，垃圾色就是不好看的顏色。做成產品價嘅賣相下唔好。係啦。哦。冇問題啦，是冇問題啦。是冇問題。但是可以就講要垃圾。嗰時候你頭哥有種過動刀，像按用變種嘅法冇？冇啊。後尾我讀到啊，就講種嘅，等你我發開嚟，我開發了很高興，結果第二天一看暈倒。哇！就是顏色不同。結果就是給遊客來拍照。對啊。啊，唔過按用種出來，米西啊，營養成分冇差，完全冇差。但是呢，就講可能就講切下摘起來切下食安尼啦。我是鬆飲生。可能就冇辦法拿來做產品。係啦，做產品就難看咩？啊，唔過也咩係，就是東南港吼，那港中人就是會有很多沒有辦法預測到的事情。嗰個動辛苦。嚇，跟農會大家有討論到一件事情冇？呀，冇辦法咧。無解。因為叫種到越開發係能啲咧。種到開發都10年嘅能啲咧。種結構誒。你種，比如講2年咧開始種，你種到10年嘅開發又用唔得，
你是新妇也几年的啊？就按你无按你啊，你插一度按你说啦，你就一新妇。因为呀，就等于讲，总唔得拿来做产品，总唔得拿来卖嘅。啦，就同做水仔共用都用唔得。用唔得，水仔冇用细睇啊。水仔这这种还用的。哦，这个还可以。啊，我刚刚有讲到吼，这个是白雪，那我一种人都黄金橘。啊，泰国一般来讲种哪一种种较多？我一般来讲，因为佢嘅拍色啊，较纯啦，吼，会较传统啦，哦，都是爱种拍色啦。但是要黄金橘的也今年的也有人种，但是呀，黄金橘也好啦，来讲样样都好。啊，不过伊条都是杭菊的品种，对不对？品种，全部都是红曲。红曲。啊，不过迄毛曲用一个迄白雪。拍色，一个黄色。啊，因为印象当中好像那个红曲就会拍色的，看到嘅花田里面拍完美照有没有？全部就会那什么也都这个白白的那个红曲嘅法田底度，全部翕相看起来就懂奖。係啦，古时候呀，电视节目播出的时间，可能还有一些些的这个尾声的杭菊，做得去看呀法会，大家做得报报时间去看看呐，係啦，你体会。叫我陶渊明讲的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九华山，对不对？见九华山，还有双峰山。对，我那边后面是双峰山。对，故时候节目当中还有同到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好，非常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銅鑼清河嘅呀紅曲吼，大家做啲呀紅羅羅嘅呀寒天，做啲淋一筆這個菊花茶，對不對？呀菊花茶其實對呀身體咪係當好嘅哦，啊不過好嘅前提係種嘅過程愛好，加工嘅過程愛好。對。對，啊呀，他就會來講到好，像呀一類一類嘅紅曲，你看到。規片呢全部就是紅曲田地度，呀，我人工係一類種呢。對。做唔得用機器。做唔得。因為要透過有個較拍嘅、較大粒嘅、較成熟嘅這樣摘的。像譬如個分3擺嚟摘。分3擺。譬如話，3擺、第1擺咧夾個花。較成熟就較拍嘅，較全開嘅，對不對？過就種嘅，嗰就長，如果長出花苞細細粒嘅，就一個定一下。譬如講茶一片茶生面用嘅，隔生面安尼啦。嗰種可能第3期嘅時間，生面就會去順一擺、看一擺、摘一擺。譬如講10號摘，20號摘，30號摘，差不多就3擺。啊，嘅呀一類哦，有看到呀，還有看到呀樣片吼。真正係人工按用去一類摘。對。按用沒有會動到人工嘿。差不多1擺30沙。哦，叫做的不卡兄弟姊妹啊，對啊，隔壁面沙、阿伯妹啊、阿松妹啊。生的啊。生的啊。這也看唔曉得啦，比如講19歲做得啦，19歲做得，啊全部就來摘菊花。係啦。哇，這真嘅冇辦法嘞，這是沒有辦法用機器的，像做得用人工。用人工，全部人工。啊，有條花摘下來以後就愛來批嘅，我來加工嘅，對不對？對。啊，唔過我聽講呀，銅鑼嘅紅曲，愛批以前愛加工以前，其實還愛做呀檢驗哦。對。愛驗嘛個東西。叫伊。呀，我摘菊花，譬如講一下吼，4月咧就呀向公所農會就派人來呀去田行。哦。呀摘幾類嘅摘幾類嘅。它是隨機的哦。唔係講呀摘呀，就呀，譬如講粗呀，就個呀去摘一類，啊摘有差唔多做檢驗嘅方式，差唔多一細包嘅吼，拿去檢驗通過後咧，將同啲人摘菊花。但是咧，你摘完菊花咧，也要報告，沒有拿去本去派嘅工廠，比佢看有通冇，有通前面冇人
哦，因为可能还会交叉感染，对不对？其他国家是要从报告冒出来，其面无人唔其面无人唔怕。系啊，就是有量多的保证哈，就是要检验有量多的那种管道啊咧，保护呀，他家健康。嘿，故说像按样有认证过、有检验过的啊，强化，係唔係做得對包裝蛋糕你就看得出來？有，比如講有看到呀農飛嘅 logo 嘛？應該有，也有號碼。哦，有號碼，有自家嘅號碼。一個號碼係天龍茶道嘅，就按照認證嘅摩托嘅號碼。哦，認證摩托嘅號碼，你咪做得前面到。前面到，天龍上面可以到。有一個號碼喺度做嘅，咪呢？那叫檢驗咩？有嗰啲結果。就意思就係講呀，冇問題啦。冇問題。係，啊唔過其實諾貝沒有人哋嘅賣，像一般賣花茶嘅時節啦，沒有人哋嘅賣散裝的啊，也係講諾貝沒有賣袋裝的，可能冇辦法直接去到產地去買，可能去超級市場啊，也係講市集啊，也有蔬菜買。做得同大家來分享，應用版來托有這個呀紅強咯。其實呀，講嘅也就問題嗬，就較困難一些。因為講困難咧，因為呀，不管佢用有流線冇，有冇流線冇，係看唔出。這個流其實就是這個看手。看唔出。個人咧篩搞配皂嘅東西，凍加不油誒，它就會分個流嘛，對不對？讓它保鮮。保鮮係啦，但是咧，糖講啦係唔掂啦嗬，係螺絲番講係唔掂，佢個糖言講啦，唔打開嚟。P 開咧有硫磺咪毛哦，可能 P 也出來，是不是？係，係個 P 出來啦，硬硬是 P 過嚟。看我啲表呢，比較講。沒有看唔出啦，要試試。啊，有的石木我知道我會分的，就是石木太強誒。太拍嘅呀，對。有問題。如果唔叫當叫係拍嘅有問題。對，因為其實你看到呀，自然配皂誒，這個是用白雪的品種配嘅嘛，你配皂以後它都是有一點黃黃的，對，對不對？尤其是那粉粉，甚至它的這個花蕊的地方，這個輕滴度這個花托的地方，它是有一些浮浮，這是它自然的顏色。對，所以它不可能係懂拍很漂亮的，對，像我們那個女生完美拍照用的永生花、乾燥花，不是那個樣子哦。其實佢會有一些它自然的顏色。對，所以也係真爽嘅，啊可能太強嘅就唔好偷。沒啦，也就講哈。比如講啊，買到個發，個唔會變色，用要拍嘅，佢就可能有問題。有可能有問題，即係你講啲啦，因為唔知啦嗬。但是聽人講佢個啊，變咗半年咧，夾佢色，見變見拍。嗰時候搶你去夾嘅。一般嚟講，一個色啊，冇可能見變嘅，叫見來見氧化。哦，見來見氧化，見來見橙色就差咧。哦，原來係按呢，古時候提倡大家，係講上嘅食到清企業韓國清油脂的呀紅曲，做得去到產地來拖哦，你這樣最保險嘛，對不對？又做得尋到好嘛，又做得看到係農飛賣嘅，這樣子清楚。一銅鑼農飛最近做嚟當標準，當公平，講真嘅咧，佢做當認證，呀，佢做得派人去摘嘅去檢驗。好，推人農民來負責呀，就第一關的，第一個把關啦。個第一關把關呢，就講要破嘅時間，要拿一珍珠比不要破一條牙塊，人家都係要合驗嘛。故所以啊，銅鑼紅曲冇問題。冇問題哈，啊，稍下來就來教大家應用版來泡療，可唔可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像一般哦，人可能一撒認識嘅話，可能就一比也聽，差唔多200cc。對。用200cc 上到應用版泡呀菊花茶。好，比如講哈，而家就講一般家庭嚟講啊，就10比嘅當正常嘅200cc。哈。也差唔多哈，就200就最近差唔多7-8類嘅10類咩唔怕啦。10類，太快嘅。係啦，2、4、6、8差唔多咧。差唔多誒。係差唔多。哦。唔最啱咧，灌水。灌水。哦，就按用倒落去。越灌越好。做乜解我越灌越好呢？夾嘅發但我見佢咩？
哦，其实法湾慢慢去，我这样看就对啊，当家就可以。有牙鸦片有，刚下几件泡好诶，刚下几件泡好诶呀，发全部就打开耶，看起来就像这个啊，就像顺风起嘅发嘅样诶。对。来皮看呐，哦，比起来很浓香呢，清香，对，好香，哇，就是吃到追米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而且对，有一种自然的回甘的感觉，对，就是植物的这种甜蜜，也没增进去冰糖，它是天然的味道，天然的香味，好清香，浓厚深呢，对啊，不过像按用嘅红球吼，你爱。泡起像刚刚泰国有讲的吼，同大家分享，听说要用滚水来泡。除了用滚水来泡，泰雅就是底吼呀，色茶是不是要有那个第一泡啊、第二泡？菊花茶要做得来有第二泡，然后第二泡就喺今日节目当中，讲生农民啦会同大家来分享嘅哦，用嘅来泡好色嘅菊花茶、红菊茶，所以来泡呀第二泡的时候，用完泡张后生哦。第二泡就讲呀，湿到剩1/3，滚水它整把落去，就做得了。哦，鼓手就会第一泡是这样子，湿到存1/3的时间，再个冲小水落去。对，冲2泡就好了。2泡3泡看个人啦。哦，杭州得冲到3泡。因为它的香味一直都有嘛，就是浓度、淡度而已嘛。哦，鼓手可能有的人想爱说较牛的喂，做得不用较多类的喂，又系讲同样再个加几啊类没做得。系啦，嗰个时间较久的话，金蛋，哦，金蛋没做得。较浓嘛。哦，除了按用吃夹食，迄唔迄面做得加掉其他嘅料，做得，就讲顺风。就要加个枸杞啊，红枣啊，蜂蜜啊，柠檬也可以。全部就做得按牙的有出，就是加红枣的、枸杞的，还有加花旗参的。就我现在最近才开发的花旗参。原来是看啊，花旗参是那个花旗参加菊花的。哦哟，你看按用线木就冇共用的，这个是柑橘加个线嘛，对不对？红枣、枸杞。红枣、枸杞加个线木，所以它那个颜色就不一样。哦，有批到个柑橘同凤爪嘅米线，而且凤爪咩係苗栗清油名嘅嘛，对不对？对啊，公馆。哇，按用就有加哈多的位呀，吃盐嘅甜度，已经不单只是发嘅甜度，而还有呀柑橘呀，含个凤爪嘅甜度，哇，含较好深呢。啊，个迄讲生人的好生，就做得加点膨糖，加一点蜂蜜呐。唔讲像按用嘅菊花茶，是不是就尽量不要冷泡？我们都热泡，热泡，然后你冷的时候再去冷冰箱，这样子，做冰块也可以。上爱说冰冰凉凉的没做得，上爱说烧烧的没做得。烧泡比出面过好冷诶，它不用冰箱，冇烧不用冰箱哦。重点就係愛燒泡真好食。冷冰，燒泡冷冰。冷冰嘅冰庫。幫大家整理口訣哈。故事吼有關樣劇法還有同到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對啊阿權妹嘅故鄉苗栗啊銅鑼種出來嘅呀紅曲，對不對？因為有呀田園嘅環境，一開始有講到嘛，呀九華山呀清清幽嘅素材，當然過年就會上去拜牙一下，食一下平安麵，對不對？對。你看到呀暗後嘅環境嘅這個山腳下，種出暗道嘅紅曲，對不對？啊，剛才沒有講到，其實呀紅曲當然摘下來以後，還會經過暗道嘅檢驗，甚至都呀下農夫咩要去比如講編這個號碼，大家做得去簽到，所以也係蠻嚴重嘅。對。可能都呀身體係乜嘅，標示全部就講清楚。對。就係為到一本消費者大家做得買到品質清好、清有保證嘅暗用嘅紅曲。對。啊，不過其實咩地講呀，種紅曲咩係種農嘅一種嘛，當
种辛苦。是，对。除了一开始有讲到嘛，该苗还要换过啊。比如讲中医前头，准备300头。对。比如啦，大部分就安尼啦，見補，佢要佢預防中，中誒個小體就佢羊啊，個苗啦，人哋呢個講羊啦，羊啊就準備片，準備到另外一個地方，比如菜園康，但係小體咧再個補，慢慢嚟補，一個過程咧，嗰個一個過程啊。因為我有開個有布的嘛，有布的做的防止要雜草，雜草，因為要旁邊嘅一頭旁邊，比如講要布的簡單，就較唔會生草，做到安辛苦。黏養黏體咧，黏養嘅唔會生草，就綁個頭方嘅葉片咧。但係佢要在個發苗嘅時間，佢會產水嘛。產水人得補嘅嘛，那割開來。要產水的時間還會再割開來。放大直徑，比如說你10公分的直徑變15公分。擴大範圍。擴大範圍，慢慢的老要個菊花比茁壯成長。過咧差唔多佢較過一些的時間，就開始來斷線。斷線就像自然菜樣嘅。你自然菜見摘見太蒲，一老嘅自然菜同樣嘅，同樣嘅，比如講自然菜，按用生出來以後，然後當個熱體，佢就會變成按用。對。就會插拔出來。對。嗰種像按用，比如講當個按熱體咧，佢就會有香順風菜。佢會產生像自然菜。9層塔，嗰時候按用就會越上越多菊花，就會嚟見大補案咧。嗰時候也就係菊花增加產量嘅方法了。對，要方法啲嘢。嗰個就要碰要見割，嗰個鬆土，夾個筋啊，因為旁邊啲筋啊，鬆土比產水。這樣鬆土頻率幾久要鬆100？我平均，比如講細個是邊綁錯邊鬆土，綁100鬆100，安尼。哇，真係全部都人工呢，全部人力呢。對。就講你錯上100，你去綁，還是剩下哪一個？對啊，葉啦。對。還有呀，糖按用糖起來呀，糖紅曲係一年全部就會重新種過的呢。對。種得不用。一般來講任何植物啦，唔好個菊花來講啦，菊花是較冇種啦，像到輪作啦，種1年就揾種無嘅。係我會按用叫做強地體。今年種嘅菊花，下一季就要種無嘅。種嘛叫按用輪種啊？因為佢地度嘅可能咧，地度嘅微生物啦，要營養值啦，被它吸走了。那所以我輪作，我種無嘅，第1年、第3年那個種，隔1年嚟種啦。隔1年嚟種，係啦，還再過隔1年。對啦。哇！嗰日個菊花種咗，譬如講一下花枝來了，花枝越來，夾蟲嘅就越多。哎呦，這是青頭拿通誒，斜紋葉稻蟲。也有葉稻蟲。這個是青頭拿通誒，懂到農民全部就懂腦呀，種蟲。因為葉稻蟲咧，佢當嘅就有，唔係講唔捉佢做麼？你會比來啊？會比來蝴蝶嘛，蝴蝶我帶蟲嘅來，我都啱冇頭，佢就見捉。大概就係2公婆啱冇頭，就當日是爆發6點到7點，就要捉到8、9點、10點、11點。哇！唔過呀，按布頭按冇時數，你用板捉啊？帶數天筒嚟啊！用看得到來做，可以清楚。就跟斜紋葉稻蟲咩？細小聽聽，就丟咋？那麼大，然後這樣子抓。有看到呀，相片就可以走。有，係咪？按用做嘅哦。帶電頭燈。帶電頭燈。按布頭起到甜度，按用做。越暗越多。這它是夜行性的蟲。對，它是夜稻蟲。佢會對紅曲造成乜嘅影響？發揮失體啦。佢好識發。發揮失體啦。冇發好摘啊。
啊，除了像呀结婚夜到从按辛苦，我有去家去做，啊，你冇办法用其他方式来防治嘿。要方式就冇办法啦，因为缺乏湿啦，泡茶，唔做咪去喷那呢，乜要农药啊，做唔得啦，我係用作啊，哇，用作啊，對呀，品質要發，要包裝較好啊，哦，較冇就做咗冇痛嘛，对，那個要痛出係唔去啊，对，因为也愛濕咧嘛，啊泡茶來濕咧，佢說味道愛減少一條蟲嘅，要做唔得不用藥嘅，啊，適合自家去做嘅，係啊，哎呦，按辛苦，還會自家還用一張一張按用做，一張張個做，哦，啊，唔過像也按好品質嘅曲法，帶到轉去舞卡以後，係唔係做得教誒？你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因為就按用一盒。冇辦法，可能一下嘅實體啦，迄個硬開高嘅，底部那個封膜撕掉了以後，我用嘅來保存，用嘅不用當做的保存，啊做得不用結舊嘅。比如講呀做得哪一類？做得。要曲法，比如講人打開來，嘿，啊，可以以後，可以以後要泡過嘅嘛，他就開始接觸氧氣。要地度嘅衝下拖嘅啊，安尼拖有冇？安尼。要留一幾度嘅氣啊，清涼，讓它有點像真空的感覺。對，氣地要封好來，要封好來，啊，封好來，啊，當然我不用久哈，就不用冷藏。冷藏。哦，故說一般來講，迄個啊，唔管係像加那個包裝袋，還是像按用嘅罐呢，你就留佢清涼封密來，封密來不用冷藏，按用差唔多做得不用結舊嘅。不用2年冇問題啦。2年冇問題哦。但是咧，我冇希望唔用久啦。哦。因為我講東西未按久，不用按久嘅食物不用按久唔好咩？但是我冇希望我買咗就不用啦，買咗就泡。買咗嚟泡，啊，當然就做得去買一百。對不對？係啦。啊，從前一步嘅11月開始開發嘅，開到11月初，11月初開始就會開始來加工嘅，陸陸續續就會一直來加工。對。啊，從按用廿度嘅曲法，一直開始賣，11月開始賣嘅。對。啊，做得賣到結舊就賣。大部分賣到2年嘅左右嘅。賣到天年嘅2年嘅左右就會賣停。就賣停。哦。都等住，一冇。就等到執行化嘅。哦，故說就是當年嘅量啦。當年量。哦，故說沒鼓勵大家做啲當年，就是期嘅菊花茶。係啦，對不對？因為講賣太量嘅啊，賣奶嘅吼，係唔抵啦吼，夾個產地都係唔抵啦。哦，夾個啲要求樣嘅係唔抵啦，因為通路。農會有要求，要保證那些東西。而且我們減少這個食物里程嘛，我們盡量是請去個台灣本土的東西，對不對？嗰時候也按好嘅東西，沒有也推廣本大家，也還談講來也沒窮下來經營呢，對不對？來天數行銷。係啦，主要網絡嘅。網絡嘅部分，嗰時候也還沒用路沒做得買嘢到。係啊，做得。唔是出街去到沒有啲通路啊，啊唔過有閒嘅時間沒做得去行行聊聊嘅。係啦，賞花賞月啦，賞秋香。賞花賞月賞秋香。嗰時候吼，你看哦，也唔單槍也做得來看講嘅風景，然後做得來食菊花茶，又做得帶好嘅產品做唔卡。啊唔過係真嘅冇時間嘅花，就去用路行買就好嘅。係啦。因為來嘅有老也用站加好嘅。有。啊除咗也用站以外，係唔係咪有其他嘅行銷方式？今年有到台北嘅世貿參展的。哦，有去世貿參展哦，那很大的展場哦。我有數十展，我去展。會緊張嗎？展覽來講，我是沒有什麼好緊張。按抖銀行呢？因為一次都做下，都態度就做下工廠，做下禮品都有，每個去參展過嘅啊，香港參展嘅啊，對吧？大陸參展啊，那對於參展嚟講冇問題啦。啊，我也。高庭園就打算到中部啦，中部係啊，去參展。高庭園可以去總部去參展。係啦。哇，嗰時候也下就一車一去市集。係啦。市集做得出價，等於說我們直接接觸消費者嘛。係啦。你知道有本年嘛嘅想法冇？從消費者的互動當中，有知道消費者大家對紅球呢樣東西，唔係真見懂熟悉冇？乜嘢？
消费者啊，社会上有。宁夏有知道，也就对啊红球无正经懂了解么？一般来讲，也铜锣农会做了以后，有一次都有参加，有那个举办呀集发展，就是一般来讲都知道了啦。品牌有打出去就铜锣行局有打出来了。古时候也1年100个铜锣红球，欢迎大家去到铜锣了哦，来试一下好食嘅球发菜。今天什么王太哥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谢谢。没什么，天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接下来做运动哦。